昨中國國台辦表示講，攻擊石板民夫的人是為着正義氣着才會出手，佮講這是一般的治安案件。早起石板民夫是講，若面對暴力佮點退讓，恐驚隨會有後一個人轟趴。伊甲民間團體嘛呼籲政府應該檢討香港澳門關係條例，來檢討香港澳門人士來台灣的制度，加強國家安全，嘛做伙來守護台灣的言論自由。中國7月7日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了後，在台灣日本媒體人石板民夫7月7日在台中演講了後，所有一個提香港護照入境台灣的中國籍查甫人攻擊。中國的國台辦表示，嫌犯是因為激心氣着才出手攻擊，認為這是一般的治安案件。不過石板民夫拜四出席記者會表示，案件還在調查，犯案的動機還未釐清，質疑中國官方替嫌犯定結論是咧美化暴力的行為。石板民夫嘛表示，唔通因為暴力來退讓，呼籲社會做伙守護言論自由。我把這種人呢叫做快閃打手，他們呢具有暴力犯罪的經歷，通過迅速入境、迅速犯案、迅速離境，而真正的策劃者呢躲在幕後。如果這種模式在台灣能夠成功，那麼很可能被複製。這種行為是下三濫的行為，讓人瞧不起的行為。我就講是個爬蟲社會的行為。什麼叫爬蟲社會？爬蟲社會就是大欺小。這場記者會主辦單位新民協會認為，這擺案件顯示，目前入境審查的國安機制也有討論的空間。呼籲政府全面檢討香港澳門關係條例，重新檢視香港甲澳門人士來台灣的入境審查甲管理制度，加強下國家的安全管理。咱即馬對香港甲澳門，還佫繼續甲當作較早，伊是交中國無共款的，但實際上變做是一個漏洞。中共用這個手段。香港人因摕有香港籍要來台灣，足簡單的就會當過來。協會認為，若無重新檢討香港甲澳門人士來台灣的相關制度，未來恐驚會互境外人士利用目前制度的空隙來台灣犯罪。石板民夫嘛強調，若這種模式會當成功，後擺可能會是別的媒體人、政治人物，也是任何公開發表意見的普通人，賣互人拍。傷害的都是台灣的言論自由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